国际新闻来看，缅甸的北部个动乱，联合国统计已经造成超过20万人有路无厝。外交部嘛已经协助149个国人对缅甸返来台湾，目前阁有84个台湾人搁伫缅甸的北部。缅甸北部的少数民族武装团体组成三兄弟联盟，最近以打击当地诈骗集团为理由，攻击边境真侪城镇，也甲政府军事据点，互本来就动乱不安的缅甸又搁加较乱。根据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的统计，冲突已经造成超过20万人无厝通住。因为战事扩大，咱外交部呼吁滞留也是调伫诈骗园区的咱国人，要赶紧甲住处联络，才通提供必要的协助。透过多方管道，包括当地的侨胞、国际的 NGO 等方式，协助接应受困的国人。目前已协助149位国人脱困返国。仍然有84位国人受困于缅甸，期间都会与当事人的家属就救援的进度保持联系。外交部指出，自此目前掌握到也有84个台湾人伫缅北的地区。外交部也讲，伫解救的过程，诈骗集团一直要求都要先缴交相关费用才肯放人，大大增加救援的难度。诈骗集团要求当事人偿还工作期间的生活费，当事人非法入境缅甸或是逾期停留的罚款，甚至在缅甸期间的食宿费用。如果当事人或其朋友家属无法筹措上述的费用，将增加救援所需要的时间以及难度。外交部及警政署将努力克服。若是进前传出诈骗集团向中国移交的诈骗犯内底，包含6位台湾籍人士，外交部是讲，警政署持续透过管道伫查证，若做是事实，会透过2方机制协助因返来台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